拍戏刚开始挫折非常非常多啊，就是你遇到导演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戏，已经气到抓头了。少量即可让肠胃镇定清醒，忘却烦忧。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他给每一个灵魂一碗汤的时候，他其实要看得到他们的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都会很温柔的去希望每一个灵魂都可以投胎转世成为一个很棒的人，所以他都会很精心的调汤。那所以他这个温柔的成分在里面就要非常的强。但是呢，因为我个人的个性就不是偏温柔型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可能就会有时候比较卡，对，然后可能导演会说再女人一点，再温柔一点，讲话再柔一点。可是我很容易讲话就是中气十足，然后都直直的这样子。拍戏刚开始挫折非常非常多啊，就是你遇到导演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戏，已经气到抓头了，就是这样子抓头，然后就是，然后我说导演，那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他就让我想想，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站在那边很抓，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最怕的就是导演不跟你讲话，他骂你还没有关系，我被骂还觉得哦好没关系，我知道至少知道他要我干嘛这样。但他不跟我讲我要干嘛的时候，或者是我已经做了一些什么让他选择的时候，然后他选不出来，还因此心情很烦躁，我就会觉得啊好害怕哦，怎么办？对，后来我就去跟他撒娇，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撒娇的人，然后我实在没有别招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跟导演，我就跑去，有一天我就跑去躲在导演的脚边，我就跟他说，我说导演，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叫我调整的，我都会调整，那你可以跟我说嘛，这样。然后导演他有点傻住，他就好，我知道。我想过说，因为我21、22出道，我那时候前1、2年的时候，我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自己下了一个目标嘛，我就想说25岁要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我要回去考空姐了，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对。结果就在25岁的时候接到5月1号就女配角，就觉得哇，电影女配角自己觉得非常厉害。那时候觉得很开心，他扭转了我要回去考空姐的这个想法，这样。所以后来就继续留下，在留下的时候又在想说，哦，那我在之后呢，我应该要再到什么样的成绩呢，才对我来说才是负责的呢？我就想，那我都已经演戏了，怎么样也要演到女主角吧，对，然后我就也还是很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尝试，然后就很幸运的拍那个他看他的第2眼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制作人。对，然后制作人就在杀青酒的时候跟我说，下一部我就要找你当女主角了。然后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或者是就是一个客套话。结果他下一部还真的来找我当女主角，就是1989年间。可是在这之前是拍了《楼下的房客》，也是女主角，所以是在同年吧，电影跟电视的女主角都拿到了，就觉得哇。那我更要留下来了，我要好好的想想看我后面要做什么。就是一个有人追，如果真的我觉得很 OK 的情况下，我真的会讲啦。会公开。如果被拍到，你就承认吗？对啊，没有啊，就算不是被拍到的话，也会自己承认啊。但我就是说是一个真的觉得很稳定的情况下的话，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辩士，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变风向，敢嘴就来辩。